乡亲继续来看台中丰原一间真出名的烘鸭店爆发着食物中毒，受害的民众有300多人。有人讲，后生食了落屎落2天2暝，去学校还阁包尿珠啊。阁有92岁阿嬷食了住院住6天。卫生局来采样，验出着沙门氏菌，认定是重大的食物中毒，已经移送地检署来侦办。有未少受害的民众是参加着民意代表所举办的赔偿协调会，那烘鸭店的店长嘛鞠躬道歉，请接受我的道歉，对不起。世界鞠躬会室里，伊是连锁出名北平金银楼烘鸭丰原直营店的店长，就是因为因卖烘鸭造成300多人食物中毒。业者会室里声明稿内底讲到部分的检体验出沙门氏菌，因为负起上大责任。我的儿子发烧，我连买麦当劳给他，他都不肯，一直在发烧。我日夜照顾他2天2夜，上课、上学、睡觉。还有看护店。为小姐后生食着烘鸭，就一直走北个发烧，包尿珠啊，规个人稀咧咧。惊晒转来啦！阮查囝伫我遐做月啦，食落就出代志啊。卢先生被烘鸭庆祝顺啊满过，结果惊晒食一个送病院。阮囝拢落屎。伊阿妈讲伊挡袂掉，要去急诊。有92岁阿嬷食烘鸭，食到伫病院倒6天。烘鸭业者委托第三方公证单位讲，有入院或者是拆药啊有收据的，拢会使登记申请赔偿。就医次数3次以内的，精神抚慰积分就是1000块。那如果3次以上的，我们就会到5000块，到3000块不等。那住院的5天内也是5000块，5天以上的就是1万块。公证人讲，目前收到3种的赔偿项目：第一是替烘鸭钱，第二是医疗费甲精神的赔偿金，第三是薪水损失。针对薪水损失的认定，目前也搁咧讨论中。这件沙门氏菌的中毒案，受害的人真多。那沙门氏菌的主要来源是受到污染动物源的食品，像无煮熟的肉或者是卵等等。食安处讲，这件案件侦办的内容无方便公开，已经将资料甲检验报告移送地检署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